交接，这个是我最期待的行程之一了。这条维持传统的文化哦，按旧以前的东西压就看得到哦，真的很难得哎。没错 ，They still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。你等等你过来排队啊，你看那边东东人呢，好多哦，围了一圈呢。大家在这边引颈期盼呢，搞不好在这边要卡个好位，往里面卡。traditional culture 真的很棒真的呢，这条维持要这种传统的文化哦。虽然说我们只有看一下下而已，可是走过去那个音质有没有很值得？超壮观，排了1个小时，只看到这样走过去。看人好惊人哦。对啊，你看这个有按抖音呢。看睇哦，按传统的东西哦，撒下来呢，坐地铁来听一下动铁的文化好嘞。除了 culture 之外啊，他们的 history buildings 也都很有意思哦。英国地铁。对。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来吃肉去牛津街后嘞。这片有懂英国的风情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像是必去的景点。OK。我觉得啊，伦敦很棒的是啊，它真的是一个traditional 跟现代融合的城市They still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， 所以你看看啊，它的 building 啦，或者 history 啊，都很有故事，对不对 ？I can't wait， 我们赶快出发去享受一下英伦风情。来，耶！有奖哦。有。啊，你看那个。缺案的啊，青瓷行的东西呢？要看哦，这个牌子它也是很有历史的哦。那传统的东西啊。traditional store。桥前面动作东西都在看哦。这个魔法师真的超级有历史。再来一下。你要干嘛？再来一下。帮我拉外套。你以为你是虚荣吗？当蜜蜂吗？噔噔噔。你没有拉好。错啦。英国迄种动铁片的国家呢，就要动维持传统的文化。They still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。我还想再来。